咁可以清楚見到啊，喺戒嚴令之後咧，天安門廣場一帶嘅情況同戒嚴令之前咧係冇乜分別嘅，依然係咁多群眾咧係從四方八面湧到呢度。而喺主要嘅通道咧，亦都架設起呢個係路障，阻擋軍車開入。群眾嘅情緒依然係非常激昂，咁而好多軍警咧、公安咧，亦都係俾學生咧勸阻、堵塞住嘅。首次喺中環遮打花園集合，由於想坐地鐵去中環嘅人不斷增加，一度有成4000人聚集喺地鐵站。警方一度係要呼籲市民去中環改用其他交通工具，人潮遠遠超過喺中環以往任何一次嘅民主集會。中環一啲鋪頭索性關門唔營業，巴士亦都大排長龍。遊行隊伍向灣仔進發，一路行到去北角碼頭，先至掉頭轉返去銅鑼灣。龍頭同龍尾喺高士威道嘅上下行線，形成一個大 U 字形。電車亦都無法行走。都係企滿晒遊行嘅人㗎。咁雖然遊行行列嘅龍頭喺個幾鐘頭之前呢，已經係行經過咗呢一度㗎啦，向住新華社同埋馬場方面係進發。但係喺另一邊嘅馬路呢，就仍然係有遊行嘅隊伍向北角方面行緊㗎。當兩邊馬路嘅人一見到面呢，佢哋都互相大聲高呼㗎。行咗3個幾鐘頭，佢哋睇嚟呢一啲都冇攰，反而個士氣呢仍然係十分之高漲㗎。佢哋一邊行一邊係大叫口號，主要嘅內容呢都係話反對用武力鎮壓北京嘅學生運動，同埋促請中國呢盡快建立一個健全嘅民主制度㗎。而可以見到呢，遊行隊伍就係自己組織呢啲糾察隊，手拉住手咁嚟維持秩序。而沿途主辦嘅民促會亦都用廣播車嚟到廣播，呼籲市民支持。而亦都係由廣播車帶頭咧，就高叫一啲口號㗎。仲有幾位立法局議員呢，亦都係手翹手、肩並肩咁一齊參加遊行。學生代表喺朝早11點列隊到澳門日報門前發表一封公開信，抗議該報尋日報導環島大遊行冇提到學生高呼要求李鵬下台嘅口號。學生喺門前焚燒澳門日報。喺事件中，一個澳門日報職員要求警察拘捕學生，引起群眾更加不滿，場面一度混亂。後嚟由該報嘅總經理出面調停，事件至平息。後嚟呢批學生到新華社澳門分社將封信遞交俾人大委員長萬里，要求佢召開全國人大會議，以憲法罷免國務院總理李鵬嘅職位。跑馬地嘅附近上空，大約係2000尺嘅高空。咁喺呢度睇到啊，雖然啲人呢會芝麻咁細粒啊，但係呢就圍滿晒㗎。咁直情呢，我哋睇到喺個馬場內圈裏邊，大約佔咗1/4。咁仲未計沙圈上邊同埋入緊場嘅人㗎。咁入場嘅人呢，我哋睇到有啲咧由北角方向嚟嘅，亦有；由中環方向嚟嘅，亦有。咁佢哋咧都喺跑馬地新華社對面嗰個公眾入口嗰度入嘅。咁所以咧喺嗰度咧就形成一個樽頸。咁啲人咧都行得比較慢嘅。環島大遊行嘅集合地點遮打道皇后像廣場一帶，中午時分就人山人海，好多團體準備晒好多標語。下晝2點鐘，龍頭開始向北角進發。有人估計一開始就有10萬人以上。
實際上，連續幾個鐘頭陸續係有市民嚟到呢一度加入遊行，所以人數係冇辦法估計。但係可以肯定係本港有史以嚟最多人參與嘅集會。沿途警方人員封路，俾遊行隊伍可以順利前進。但係有啲地點對面馬路本來係冇封到，但係啲車都停低支持啲群眾，因此軒尼詩道係全條癱瘓㗎。遊行隊伍裡面係有各式各樣嘅旗幟同埋標語。隊伍亦都自發咁叫口號。唔該。